热讲讲。各位父老兄弟姊妹，今日我哋来讲嘅锣鼓演艺圈。太师太灵眼前响，蛇水冲流屠宰房。太师太灵眼前响，蛇水长流屠宰房。人讲嘅啊，人冇钱一好，花冇bằng一封，人生地度啊，难免会遇到困难。尤其係外在環境嘅變化，梗冇可本意預料嘅啦。咁人生地度係講遇到困難嘅時節，梗係用架山咯。去面對啊，勇敢向前行，絕對唔愛散，愛事行愛做，衝！有魄力，啊有種啊！咁係講呢度福氣當好，不呢度左右逢源，強運吉祥，要做得發財致富、輝煌天塌嘅時節，梗係有人用辦咯。也要好好來享受人生啊！15期做名牌，使本事，帶別種，買餸呢，還有呀買水送馬菜，也都買比人嘅出生意。乾脆哦，買個細度做島主，韓國搶嘅人哦做使用人。你話後生人眼咁想啊，學士人長得做土主出生機。哎呦，我講呢兩屆啊，唔好講到風事係魚啦，嗰80萬有一撇嘅事情啦，呢度千萬全都是證明到聊天橋。人家嘅人都唔會講笑呢。伊唔但槍唔可以講笑，還冇想象力。係啊，佢唔但槍唔會講笑，還冇想象力，還冇魄力。伊唔但槍哦，唔可以講笑，冇想象力，冇魄力，韓國呢數腳無力。天，嗱擺咧，今日係哪位咧要得取到呢啲話？啊，做乜個後生人眼快罪咯？萬運頭都愛煮捱蛋啊！我做呢啲乜嘅？唔煮捱蛋哦，會囤嘅錢撩槍槍啊！啊，聊天啊，我問你哋啦，你哋錢不錢有錢係冇？啊？冇錢有乜個好聊嘅咯？聊錢。唔過唔頭都講，挨講喺度重遊嘅，你是冇談到啊？做冇談喺度冇重遊嘅啊？既然都係講乜嘅重要嘅啊？挨講啊！cái太師太靈眼前響，蛇水沖流屠宰房啊！是很呢度，實在呢度度緊人生地度體順時時節，咪愛啲生欠嘛，做唔得因為千河船加減留嘅時時睇起啊，愛上到寒擺，有可能會遇到困難，後生人愛啲流量。全都係錢，為留佢鍍金鍍起來，先做準備。也是長江有日死無日，莫提無須是有時。你係講捱到大爽啊，係冇啊？係哦，春殘哥，再唔放心啦，我哋那麼安安哦，多做出成績哦，再講講啊啦。就係啊，係講捱到有錢哦，咩唔盼得死？錯噶，幾哦，講來本錢下聽嘅有嘛唔錯噶。冇上連後欄水也上哦，講生切哦，去挨聊天按到後水，你都未啲會上哦。你讓你捱到用乜唔啲？嘿，太師太靈面前響，蛇水長流屠宰房啊，屠宰房。觀眾朋友啊，你兩個一條喺度做得拖咗去做心跳哦，愛是假哦。